民党嘅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基本是系许多法联队措施，佢强调讲，在透过佢做成中嘅细节，为法联也做了一多嘅事情咯。因为受到大家关心，法联人中扶困期，佢也摆也许多基层类接机，不过啥冇参加撒下类各种嘅措施发通。扶困期到了下，下晚正式表态为支持马英九，就系讲支持宋楚瑜。法联嘅申请到底未用办起，了下含地。哎，宋楚瑜加油！宋楚瑜动算！宋楚瑜动算！宋楚瑜动算！啊！宋楚瑜到后任会嘅时节，记者者热烈分享，除连上到东桥前总统蒋介石嘅记者者未来期待。我是老总统，今天我一定要来的。哎，为什么我从大溪？为什么他一定要去站宋楚瑜站台？鼓励宋楚瑜，加油他，让他进总统府，你说对不对？记者查诉法老总额本宋楚瑜，祝宋楚瑜高票当选。宋楚瑜咪讲，选举系为选先人呢，唔系选老老六，强调为选为做事嘅人。同时，佢咪台上批评马政府冇什么做。马总统曾经承诺过，要做一条让花莲乡亲安全回家的道路。现在做好了没有？马总统说，我们国民所得每一个人每一年有2万美金，有没有啊？宋楚瑜讲，透过选选中嘅50点选前亏机票，系确定当选国校长讲，透过法律向前本宋楚瑜最高的票率，佢为法律认真做事。外界关心嘅宋楚瑜直接边法律人中扶困期，基本当公道基创接机，未配令宋楚瑜到法律路朋友部下都是判。虽然对外传嘅协保问题，两沙都冇讲，不过宋楚瑜听领嘅选举措施扶困期就冇出现。扶困期係幾千數，又係幾千碼，大家都啲嘅談。係從中國戲法聯報道。